今日同大家傾傾粵語歌。但粵語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語言啦，佢唔係普通話，唔係書面語，佢有9聲6調嘅韻律，而呢樣嘢係其他語言冇辦法言語嘅。喺廣府文化眾多嘅載體當中，粵語歌就係呢一門語言最好嘅載體。好多人都唔知道粵語流行音樂咧曾經係成個亞洲最有影響力嘅流行音樂。全世界只要有華人嘅地方就會有粵語歌，甚至乎外國人咧都同我哋一樣對粵語歌青睞有加，傳唱到話哇非常之高。我同你講嗰陣時啊，唔識得粵語嘅人咧就因為一套大合夥而生，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粵語歌最輝煌嘅時候。但你知唔知咧？其實早喺70年代之前，香港嘅流行歌要麼就唱英文，要麼就唱國語，係冇人用廣東人嘅白話口語嚟到寫歌嘅。但係一個人改變咗呢一件事，呢一個人就叫做許冠傑。佢將我哋打工人嘅心聲、街坊鄰里嘅生活、廣東人最真實嘅喜怒哀樂，全部寫晒喺歌入邊。譬如有浪子心聲啦、鐵塔凌雲啦，普通人嘅故事用普通人講嘢嘅方式唱出嚟。而粵語流行音樂就係從嗰陣時開始有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到咗80年代，最有代表性嘅歌星譚詠麟、譚校長，佢開口成個樂壇都喺度聽。愛在深秋，朋友一生中最愛，講不出再見，卡拉永遠 OK。哇，太多啦！喺嗰個年代，如果邊個屋企係冇翻隻譚校長嘅磁帶嘅話，你都唔好意思話自己聽過廣播啊！當然啦，同一時期咧，粒粒巨星仲有張國榮、梅艷芳、陳百強、徐小鳳、林子祥、葉倩文、Beyond、草蜢，因為啲歌太紅，以前甚至乎咧仲會有嗰種勁歌金曲歌詞簿，又或者情歌歌詞簿係可以賣俾啲 fans 嘅。我就曾經買咗好多本，有晒啲明星嘅相啊，同埋歌詞，你可以對住嗰本簿嚟唱。90年代李克勤嘅一首紅一唱咗30幾年，今日放出嚟咧，仍然大家都識唱，台上唱，台下跟住唱 ，fans 唱歌個聲就大過主唱。仲有4大天王啦，王菲啦、Sammy 啦、許志安啦、陳曉東、陳慧嫻、周慧敏、彭羚、方寶如、梁燕玲，再向後楊千嬅嘅少女祈禱，容祖兒的我的驕傲。2007年，謝安琪寫咗首《喜帖街》，嗰一年香港灣仔嘅喜帖街就要清拆，佢將成條街嘅記憶寫咗入個歌度。廣東人聽完喊嘅唔係嗰條街，而係嗰個翻唔到轉頭嘅時代。到而家我哋成日聽到人話，唉冇啦，香港樂壇冇啦，粵語歌壇沒落啦，粵語歌再都風光不再啦。但係我始終覺得並非如此嘅。你諗下，細個嗰陣我哋追逐嘅旋律同埋曲風，當然啦會喺時代嘅更迭當中慢慢淡出主流，新嘅曲風、新嘅表達都會不斷湧現，我哋嘅注意力亦都隨之轉移。再加上粵語使用嘅人群越嚟越少啦，當我哋嘅鄉音漸遠，嗰個屬於粵語歌嘅陣地就會喺不知不覺當中被人淡。作為一個廣東人，我梗係希望粵語歌可以生生不息，粵語歌亦都從未真正離場，從未停止過生長。因為我自己係喺呢個行業當中咧，我知道每一年都會有好多懷住熱愛嘅年輕人好努力，用佢哋把聲去延續住粵語歌嘅生命力同埋情懷。你哋成日話廣東台都冇粵語歌節目嘅，其實係因為你冇留意啫。嗱，我哋以前咧做嘅節目真係好純粹嘅，為咗更加好咁樣去守護好粵語歌，我哋珠江頻道從2011年開始傾力打造咗咪王爭霸全球粵語歌唱大會，一辦就係13年。我哋見證過無數熱愛粵語嘅年輕人企喺個舞台度，用歌聲去致敬經典，用夢想去續寫未來。但係好可惜，都係嗰句，關注到日漸稀薄，節目最終喺2023年遺憾落幕。我原本咧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解話粵語歌係我哋廣東人嘅身份象徵，但係一個唔覺意過時咗。諸君有怪莫怪，全部都係心聲。總之粵語歌你聽得明，你就會明白我哋廣東人在乎啲乜嘢，珍惜啲乜嘢，懷念緊乜嘢。